自细汉就来亲近海洋，互囡仔学会晓守护环境。那呢，伫森林大汉的囡仔，阁有啥物无共呢？台湾的学界甲美国的哈佛大学来合作，进行一项真趣味的调查。因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学校作为研究的对象，发现绿树愈多，学校学生的语言甲数学的成绩就愈好。伫咧台湾，因为城乡的差距影响成绩的因素无同，真歹得到甲美国同款的结论。也毋过，成功大学的教授为台湾98间学校的调查来发现，当这个绿树甲绿地愈多，学生的活动力甲创意发想的兴趣都愈悬。为什么呢？华视新闻的记者实际到南投的山区来探访一间森林小学，咱就来看这个环境对囡仔的学习到底有啥物影响？伫南投县鹿谷乡的内湖古小是典型的森林小学，规个学校拢互树仔包围住咧。而且木造建筑加上自然美景，被称之为是全台湾上水的森林小学。伫这水的环境下，学生上课敢有啥物无共款？这个也是很贵重的哦，越重的代表越值钱哦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桌顶无课本，每一个学生囡仔手内拢有一台单眼的相机，这是洪老师家己开钱买收藏品，拢贡献出来做教具。希望讲自然课唔是用背，是好囡仔去探索，家己翕出家己的自然课本。在我们前面这一棵是那个光蜡树啊，那光蜡树刚刚同学有讲到的，它是什么最爱？五角仙。五角仙的最爱。哎。我是蚕壳。每日几步囡仔都有无共款的发现。那你现在地上很多叶子是什么叶子比较多？桂花。桂花吗？山烟花。叶子掉完它就会长什么？长果实，长小苗。是吗？长花。对哈。为翕树仔发现小动物，为落来叶仔会晓分，会晓食物的成长过程，这是囡仔逐天的生活甲学习环境。有这个环境可以让他们就是把自然教室延伸到就是校园里面，他们会对周遭环境的观察力会比较敏锐，然后会对旁边的东西会比较，就是他自然引发他们的兴趣这样子。就是这，比如说刚刚他们会发现一些虫虫啊，然后就是有时候老师没有看到的。三更四更，有时因会行到学校附近的溪头森林园区，伫囡仔镜头下，一张一张比自然课本更加丰富的生态相片就出现啦。灌注它们，就是一草一木啊，然后一鸟一兽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就是他们拍鸟以后，他们可能就会不会随便去杀鸟这样子，因为他知道那是很美丽的东西。这是偏乡小学生的点样作品，来自自然课的观察，无定着因的考试成绩不如都市的囡仔，也不因所学到是刻画伫生活内面的知识，甲自然强好的人格素养。沉浸在这样的生态的环境中哈，孩子所得到的是那个心灵上的健康啊，因为孩子在这个环境中自然而然，他就会沉静下来，他不会浮躁。最大的特别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品格品性都非常的好。6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一定会照顾1年级的刚新生。内湖国小无运动场，却是拥有规大片的森林。这森林是一座大宝藏，学校活用这项优势。每礼拜三下晡，邀请无同的团体、志工、老师，教囡仔熟悉因的环境。这棵是樟树樟树。樟树有没有很香的味道？这个可以提炼樟脑油的哈。樟树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芬多精？有。啊，你们在这边有点幸福啊，很多芬多精，因为很多树、很多草都会分泌这些芬多精。你喜欢？囡仔互相分享捡来的叶仔，虽然讲这是每一天搭过的所在，逐天经过几啊摆上拿，也不过拢会使发现无同款的趣味。你看这个囡仔凊彩就掠一只豆丁。老师，你看老师。放进去。
还是要放生，不能带回去养，你养会把它养死哦。志刚老师随机教囡仔正确的生命教育，将课本内面的文字运用到生活中，让囡仔更加会晓尊重环境。在自然中，唔但学习人文素养，也有好耍的实验课。基本上这样子的滤水的功能就大致完成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这边留了一个空间要干嘛？对，要用水有一个空间在那里，我一直倒，它就一直。利用这个塑胶杆加上野外口内所在，老师教囡仔安那过滤杀菌，做简单的滤水器，示范刷来，就好这囡仔家己做主。过滤需要什么些材料？石头，这边有石头吗？石头，或是那个树枝。我收集了树叶，还有树枝、石头。扣长的杂草、树枝、石头，佮加上杀菌用的火炭，开始过滤的实验。你是不是更干净了？没错。来，你看，第4次水是不是越来越干净？这是各中高中才会教到的课程，不过逐工拢爱啉水，透过简单的动手，有人了解啊，原来滤水是这个原理，冇人讲原来杂草、石头会使这厉害。剪刀石头布，谁的叶子最厚？来比比看，你这是直的，所以谁厚？我们厚。哪会你们厚？用树叶来比厚薄、比长短，这是数学的概念，偏向教学的资源较无够。向资源学习是因上大的特色，因佫摕种子来行棋。好 ，A2。换你，懒人。每放一粒种子，囡仔就会念出伊的名。这个种子为是来自公园的树骹，你一定捌看过，但过真少人知影，啊是安怎？因为咱一般拢无去重视生活周围的环境知识。老师希望囡仔为生活中去学习，找回对身边环境的关心。来找这个，谁先找到？不是，你答对了。一起说，它叫什么名字？水黄皮。行完种子期，因摕观察过的叶仔来创作，规片叶仔在囡仔骹手之下，变成一身一身的布袋戏红啊！僵尸。不是，我们是叫兔子大神，因为它长得很像兔子。我的是吃槟榔的布袋戏。他在课堂上学，那老师会教他做一个创意发想，那他就会到森林里面去取材，然后里面的取材里面他就会去观察很多的内容，然后他就会比较会体验大自然的实际的一个状况哈。那他取材很多，又回教室去做这些的一些发想创造。成大老师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台大森林系针对台湾98间国中小进行调查，排除家庭教育水准、收入等等干扰因素，发现劣比度愈悬，也就是树仔愈侪学校，学生创意思考的兴趣愈悬，同时会使提升活动力，改善心理健康，减轻压力。你会发现到说，其实针对在创造思考能力方面和身体活动方面，都是一个正向而系数的数值。这告诉我们就是说，好像学校里面的绿地越多，它的它的这个创造思考的趋向跟身体活动能力都是趋向正面的。他比较愿意出去跑跑跳跳，他比较愿意面对问题的时候愿意发挥他的创意去思考。这项调查，唔但伫内湖国小看到成果，台南的火山实验小学将教室延伸到室外，学生用树来自然素材做艺术品，甚至可以用校园树来这花花草草做饮料，办一道社书宴。来，各位，徐经理现在在帮大家加菜哦。动无限畅游，小学生可以做出这道料理。不简单的，因为连我们都不会。嘉义的新安国小不是森林小学，不过校园内面一张老青仔树却是因的宝。这张老青仔树最后破病，无法度治啊。老师带囡仔最后一摆为这张老树仔算1、2、3木头人，最后一摆拍鼓演奏给老树仔听。你看，从刚刚讲数学啦、艺术啦，好，或是跟他玩游戏，这些都是学习的一部分。到最后的生命教育，好，那这整个其实这个你看，大自然跟教室内的知识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那学生就把那种抽象的知识变得比较具体，而且可以实际上感受。
环境教育无的确无伫考试的题目内，也过对学生影响却是久长的。成大老师甲哈佛公卫学院、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、阳明大学环境职业卫生研究所，2018年伫国际期间发布的一篇论文，分析比对美国麻州的各种小学3年级到10年级的学生成绩，发现讲密闭度会影响到学生考试的分数。那我们透过一些统计分析的模型，结果发现到说，这个学校里面它的绿闭度如果情况越多的话，其实对英文跟数学考试成绩都是有正向的影响的。对于从完全没有绿地到有绿地来讲的话，对考90分的人，它会增加个20% 左右的效益。这篇论文发布了后，陆续有人进行研究密闭度甲学习的关联。初步的研究，密闭度悬会降低精神压力，有助新生儿的健康发展。在台湾，因为偏向教学、甲家庭资源等等因素无同款，收入较济学校不一定成绩较好，也不善用在地资源设计课程，培养囡仔的人际素养、环境创意的教学。讲起来嘛是偏向学校走出特殊价值的一条路。